3年，西园儿懒8年。秋长江水漫，早草南下，号称100万。铁索连舟，鱼吞江东。朝堂未战，胜败未分，真正的答案在一位年轻将帅的眼中早已燃起。天边无风，月色如镜，战船列阵，惊得不小。弓弦未响，刀未出鞘，整条整江正在等待第一道火。手不自动机，年少将兵统领水军，50度命，20计算。火何时最会说话？我不急于生，因为时间站在我这一边。敌船越多，我就越快，锁得越紧，套路就越少。你们听见的是浪声，我听见的是结局正在靠岸。东风未至，但火已在心中排列。夜深风相转啊，命令为高声宣读，火船已悄然离岸。不是怒火，是判断，不是冲动，是等待。我把一整条江当作期盼，而你们已站在可燃的位置。你们以为我在赌天，其实我只在信任心。看着笔就乱着比索，而我只需要一次选择。子夜风之火即将面如天落，轰隆，一船燃，百船引，铁索成牢，江水化烟。不是沙浪，是溃散；不是冲锋，是崩解。这一战不必追击，胜负已经自己完成。江东未失，天下未定，但方向已被火光标记。我不身在兵多，也不身在民营，我身在知道什么时候不必再忍。赤壁一游，100万尘烟，烈火过后，江东人在。赤壁一游，100万尘烟，烈火过后，江东人在。周瑜统帅赤壁，此战为一统天下，却让1/3是正是身心。年少不等于轻，从容才是真正的强。志不必隐忍到老，勇也不必大声。真正的将帅是在最安静的时刻，让世界无法回头。后人谈赤壁，记得火，记得风，却更该记得那一夜，有一个人骄傲笑着，点燃了整个时代。什么时候不必再忍？赤壁一游，100万尘烟，烈火过后，